屬豬嘅生肖喺2017年有好消息㗎，因為今年入邊咧喺你嘅事業嗰方面、財運嗰方面、健康甚至係感情嗰方面咧，都係會蒸蒸日上嘅，平步青雲。所以今年嚟講咧，要好好把握呢一個好嘅吉星嘅來臨啦。再加上嚟講，如果你今年嘅工作嗰方面需要到你去出外公幹嘅話咧，對你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㗎。如果冇嘅，自己可以安排一啲出外旅遊啊，各方面嘅嘢都會幫助自己嘅。如果你自己有諗過今年想搬屋嘅話咧，就一於今年去搬啦，因為越搬就越旺嘅。咁今年其中兩粒吉星咧就係驛馬星同埋天月貴人星啦。咁驛馬星係代表啲咩咧？驛馬係好似天馬行空咁飛嚟飛去㗎。咁今年入邊咧，即係屬豬嘅朋友，你覺得咧，你硬係特別多觸動啊、走動嘅嘢嘅。咁如果你今年入邊咧奔波勞碌越多咧，個財運咧越都會越旺盛嘅。所以千祈唔好下下覺得哎呀好忙碌啊，要走得好多啊，其實係好事嚟㗎。因為你越喐得多，個財咧就越旺盛。咁除咗之外，天月貴人咧係一個重大嘅貴人星嚟嘅。如果個工作環境之下咧，需要到你出外公幹，或者你客人咧係離開過你而家住居嘅地方嚟講咧，對你嚟講會比較好啲嘅喎。所以做生意嘅朋友，如果你想將你嘅生意咧帶出海外嘅話咧，今年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年份俾你去咁樣去計劃㗎啦。嗱，反而地解星嚟講咧，就係幫你逢凶化吉、解答問題嘅一個解神星嚟嘅。咁地解尤其是如果大家係解決一啲係居住或者係屋企嘅問題咧，亦都會好啲㗎。咁如果大家覺得咧屬豬嘅朋友屋企覺得係時候要裝修啊、改換嘅話咧，有個地解星亦都係一個最好嘅年份俾你去裝修整靚間屋啦。咁除咗之外，如果大家想去投資嘅話，地解亦都係代表喺物業投資嗰方面嘅一個好星嚟嘅。所以屬豬朋友記得今年入邊咧，可以不妨諗一諗投資下喺實業嗰方面或者係物業嗰方面嘅投資啦。但係屬豬嘅生肖今年咧要特別留意一粒凶星，就所謂嘅飛廉星啦。咁飛廉星咧一般嚟講係代表女人、小人都特別多啦，同埋是是非非嘅嘢咧都會比較多啲嘅。咁除咗之外咧，都要特別留意下，因為飛廉亦都可以受損受傷，尤其是喺天空跌落嚟嘅一啲物件嘅。所以如果大家駕駛啊、行路啊、出邊嘅話、出外嘅都要特別小心。如果上邊有啲咩嘢 construction 嘅嘢，比較危機性質高嘅嘢咧，就盡量唔好將自己去到呢一啲咁嘅環境之下啦。咁除咗之外，飛廉咧，亦都係講得你容易會會迷失方向嘅。譬如好似大家喺駕駛嘅時候啊，或者係入山啊、跑步啊嘅時候啊，或者入山爬山嘅時候咧，都要特別留意下，係好容易去迷失方向。所以每一次都好咧，最緊要 make sure 你個 GPS 啦，或者用 Waze 啦，幫助自己揾出個方向會更加好啲嘅。今年雖然屬豬嘅朋友係帶到驛馬星，即是話其實你走動性對你係好啦，但係喺面部面上嗰方面都可以睇下，其實邊一段時間對你係比較好啲，同埋邊一段時間要特別留意啲㗎啦。咁首先我哋要學識邊一個部位喺面上學係我哋所謂嘅驛馬宮位啦。咁首先就睇你嘅頭額呢一方面啦。咁我哋兩個額頭角位咧，就係我哋嘅所謂嘅驛馬宮位嘅。咁驛馬宮位越光越亮越靚嘅氣息越好嘅話咧，就證明嘅機會率、財運嗰方面亦都會更加好嘅。咁如果於兩個崗位嚟講，突然之間生咗啲暗瘡啊，或者突然之間有啲疤痕啊，或者有啲青筋扮過嘅話咧，就要特別留意，因為嗰陣時嚟講咧，每一次你出外嘅時候咧，都會可能有意外發生啦，或者要不必要嘅麻煩會產生嘅，所以記得留意下啦。若然呢個部位嚟講比較化黑或者化暗嘅話咧，都要小心去留意嘅。咁除咗之外，屬豬嘅朋友記得今年嚟講咧，要特別出去交際多啲，交多啲朋友，尤其是係男性朋友嗰方面嘅。咁點樣睇一個人嘅面相嗰方面咧？交際手腕係特別好咧。咁首先就要睇下個眉嘅狀況啦。咁因為我哋唐眉嚟講係代表一個人嘅交際手腕嘅。若然你唐眉越靚越生得靚咧，嘅交際嘅機會率咧就會越高嘅。咁第二嚟講咧，咁你交際機會率高都要睇下你人夾人緣好唔好噶嘛。咁又要睇下你嘅眼有唔有人緣，有唔有桃花啦？咁之前有一集我哋講過桃花眼係有帶魚尾紋啦。咁除咗之外咧，你要睇下眼袋呢度個臥蠶明唔明顯嘅喎。點樣睇個臥蠶咧？就係每一次你笑起嚟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睇緊兩個肉仔喺度好靚咁樣，好似條蟲咁樣蠶絲走咗出嚟嘅。咁每一次你有呢一個狀況嘅話咧，就證明你人緣嗰方面咧都會特別好啲㗎啦。咁有擁護者又點睇咧？咁擁護者嘅就要睇下你法令側邊呢一度所謂我哋嘅捧場
紋高唔高啦。咁每一次你一笑起嚟嘅時候咧，個法令深入，再加上皮邊嚟講咧有好多微微嘅紋線走出嚟嘅話咧，就證明你捧場紋會比較高啲嘅。若然你睇下 Barack Obama 或者係劉德華嚟講咧，古天樂呢一啲全部捧場紋都好明顯嘅。若然自己唔 sure 捧場紋點睇嘅話咧，Google 下佢哋個相出嚟咧，你就會睇得好清楚噶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喺2017年大家嘅八字流年詳細運程啦，甚至係風水擺設嗰方面嘅 tips 嘅話咧，記得喺1月14號吉隆坡 Bentley Music School 嘅話，我有一個詳細嘅講座嘅，最好大家可以到時見啦。